敬德雅集生命真光请曾牧师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点到这支蜡条，这支蜡条代表主耶稣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做伙组织伫礼拜堂，阮邀请阮的亲人，邀请真侪阮的朋友，阁有向日葵学院的同学，有快乐的周末营的学生，有展望会的孩子跟家长。主你今仔日阮要过圣诞节，伫你的面前，阮对所有阮邀请来的朋友，对心中甲因祝福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用祈祷点到这几支蜡条。点彩有人讲真奇怪，是安怎伫白天点蜡烛？主啊，这是阮的祈祷。每一支蜡条代表一个心意。阮恳求天父上帝你，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对阮讲话，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来到这个得到幸福的人生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甲阮同在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。阮所邀请的朋友，因得到幸福的人生，恳求天父上帝，互阮所关心的囡仔，因伫上帝你的光内底来成长大汉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圣诞节就是一个什么种的节气？若是对一个已经伫教会真久的人，伊知影圣诞节是什么种的节气。伊嘛真知影圣诞节有真水的故事，特别圣诞节上水的故事是写伫路加福音。今仔牧师无要讲真长的对圣经的解说，但是我要问咱讲，什么是你所欢喜的圣诞节？向这个学院的同学，谢谢你们今天吹了平安夜，又唱了一首《小小耶稣》。牧师要甲恁鼓励，因为恁伫向日葵学院，你叫我叫牧师。那伫喜乐宝院，你可能会叫我董事长。牧师要跟您讲，这个小小耶稣陪我长大，这个小小耶稣，他也会陪你们一辈子。因为这个主耶稣不是讲做一个圣诞节的一个配角，在你的生命的中间，主耶稣常常是给你们快乐的圣诞节礼物。马要甲玉环、淑文。浩云讲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关心你们，将来也会有更多的人关心你们。你的教会内底，互恁的奖学金内底是一个恁唔捌看过阿嬷，迄嘛是牧师唔捌看过阿嬷，但是因细汉真贫穷、真丧乡，所以伊知影伫生活困难的囡仔是什么种的情形。所以这个阿嬷。有拜托主堂教会来帮赞，会当帮赞的人，你们就是3位被这个阿嬷会听来陪伴的孩子。我相信将来嘛，有更加多人会陪伴您。展望会的孩子、家长以及本来所邀请来的好朋友，愿恁得到幸福的人生。今仔日的题目讲起人生命中间，主耶稣是什么种的耶稣？伫这礼拜，我毋是干那要讲道互恁听，我真感谢上帝。牧师足无机会通听到讲道，但是牧师逐礼拜拢爱讲道，所以常常讲道变做牧师的一个真大的大头甲负担。但是很奇妙，在礼拜一，通过我的电子邮件，因为我有习惯订阅一些网站以跟我的生活、跟我的需要有关系的。其中有一个网站叫做祷告的网站，迄个是专门拢咧写互牧师听的一个网络的网站。伫这礼拜的礼拜一，有一篇的讲道篇，对迄个网络，对我的迄个信箱击败。我读了后，感觉足感慨万千，因为迄个讲道的题目是1700年前。恁敢有想到讲1700年前的
的物件，恁今仔日个当收到做圣诞礼物。迄边的讲道1700年，讲道遮迄个人的名叫做贵格利。伫教会历史中间有真侪人的名号做 Gregory。Gregory 这个人有真侪人，那因姓叫做蔡奇安名，但是这个纳奇安贵格利这个牧师，是一个真伟大影响教会足久的人。伫伊的讲道篇内底，今仔日有2项牧师要甲恁分享。第一，伊咧讲起圣诞节的讲道，伊讲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生命的飨宴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办一个圣诞节爱餐，伊家己就是这个米其林3颗星的真要紧的，很高级的一个生命的飨宴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为什么爱办圣诞市集，甲圣诞节爱餐？是毋是咱真摇贵，咱一来食？其实毋是，这堂教会是一间真欠的教会。咱毋是食好做轻课，但是咱早伫圣诞节来当伫寒冷的冬天，甲咱的好朋友啉一杯甜甜的圆仔汤、红豆仔来代替，安尼咱就感觉真满足。兄弟姊妹，圣诞节是主耶稣基督的爱餐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听到这个1700年前这个牧师所讲的讲道片，绝对只有6分钟。你若听有英语的人，你想要听，你甲牧师讲，牧师寄互你。你会当听到迄个录音档，当然毋是伊讲道，是后来有人读伊的短6分钟的讲道片。其中的第2项，伊讲起，这个主耶稣带来生命的真光。伊讲，当我生活伫黑暗中，生活伫无知的内底，当我伫生活伫焦虑的中间，我会感觉黑天暗地，我的人生毋知会安怎。这个牧师讲，主耶稣就是一个生命的光，伊来到这个世间，就亲像点倒的蜡条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教会每一届圣诞节拢有点这的蜡条，拢互咱的囡仔来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咱仰望咱的囡仔，因将来人生是光明的人生，是无？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需要一个光。圣经讲，光若来，黑暗就离开。伊特别记载伫以赛亚第9章内底讲，徛起伫死荫的地的人，没有大光照伊。什么叫做死荫的地？就是讲生活在黑暗阴影呐，伊的英语的翻译讲 ，in the shadow， 就是伫咧黑影的内底，人生就亲像伫咧黑暗夜暗中间看无光。伊讲这种的人。要有真光大光照伫伊的内底。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代表教会祝福所有第一摆参加教会做礼拜兄弟姊妹。愿恁的心中有一盏明灯，是这个主耶稣伊赐予咱。也愿所有兄弟姊妹，礼物虽好，如果你不要，那又能怎么办？咱嘛准备真侪礼物。但是有人抽到礼物了，看看伊感觉不喜欢，伊讲牧师这个送给你，是阮准备好伊爱伊不爱，伊个牧师我送给你，你不要的不要送我啦。拍摄，我们不是将不要的送给你。兄弟姊妹，礼物不论它的价钱，礼物代表一种心意。所听的朋友，愿恁伫恁的人生中间，恁得到迄个不能缺少的礼物。恁若爱的物件有钱，恁拢买得到，无什么稀罕，是甘甲毋甘尔。恁若甘，恁用较侪钱去买。但是有一种的礼物叫做生命的礼物，就是今仔咱伫礼拜中间所要讲的。我一生要生活伫光明的中间，无乌影，无惊吓。也即你感觉拄着迄种乌影惊吓中间，你心头毋知要怎样办。昨有一个朋友，因为参加咱的教会查经班，所以你查经班了后，伊专工对真远的所在开车来教会。
伊伫教会内底趴伫迄个椅仔顶，我甲叫，伊起来行一条，因为伊无爱人吵。我甲伊叫起了后，我看到伊的动作，我知影，我讲对不起，我不打搅你，我就离开。我是牧师，但是伊赶快起来把他眼泪擦掉，伊将伊的椅子挪到旁边，空一位互我坐。伊讲牧师，今天查经的时阵，你甲我讲到情绪的问题，我就亲像伫黑暗中，我听到你咧讲，我唔知要怎样做。但是你有教我祈祷，我感觉还不够，所以伊专工来教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咱拢有可能会拄到人生的黑影，唔免惊。这个主耶稣要帮助你，你讲有影吗？敢有遮简单？这礼拜我拄到两个人客，一个就是伊，佮另外一个是喜乐宝约退休的姊妹。伊来教我讲，伊伫喜乐宝院内底得到的快乐，甲伊得到的信仰的分享。伊还阁有对基督教有一寡问题，伊想要找我问。我甲伊解说，甲伊分享。伊目睭金起来，甲我讲，开遮简单。我是，基督教其实是一个真简单的宗教，简单就是美，简单就是幸福。咱伫这个世间有当时追求上过复杂，对无？咱所爱有时毋是真正咱所需要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，伫甲咱三甲伫地，这个牧师讲两句话：第一，伊讲主耶稣为你预备一个生命的飨宴。这句话伫圣经内底讲，上帝伫我会对得的面前，甲我摆设宴席。恁会记迄句话无？记在伫什么所在？诗篇13篇，兄弟姊妹，恁若是知影，恁就要勇敢讲出来，因为牧师互咱有机会，甲咱的边仔的人，也毋捌听过人讲，原来遮尔古早的圣经内底就讲一句话，这句话意思讲，伫任何一种困境当中，上帝为我摆设圣诞大餐，伫我所我对得的面前，甲我摆设宴席，对得就是代表伫生命所有的困难中间。上帝为着咱摆设生命的飨宴，兄弟，这个姊妹甲我讲，太遮简单，兄弟，真正真简单，只要你愿意，你纯粹，你甲耶稣讨讲，主耶稣赏赐我，祝福我。向日科学院的同学牧师拄则有甲你问讲，这个小小耶稣陪伴过我，走过66年，牧师祝福你们。今仔恁伫主堂教会内底，毋是表演，连唱这条诗歌是一个祷告。愿天上的主耶稣，伫恁的一生，天天与你们同在。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嘛甲恁三甲伫地。第二，伊讲这个小小耶稣就是生命的光，光对伊的内底出来。恁听真多摆牧师甲恁讲，光若来，黑暗就离开，有无？这支蜡条若愈大支，因若愈侪支，伊就当然愈光。当然，咱伫白天遮尔多的灯光，你看袂出来这个圣诞灯的水。2000年来教会到庆祝圣诞节时，为什么都要点圣诞灯？其实伊的背后就亲像台湾人去标准点光明灯。当然无同款的神，无同款的庙，无同款的教会。这毋是叫做耶稣庙，迄个叫做妈祖庙，毋是安尼分。但是光明的人生是人伫世间所追求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光若来，黑暗就离开；光若来，就代表无搁再有黑影。黑暗代表无知，黑暗常常是象征着无知。因为伫黑暗中你看袂到。因为伫黑暗中，咱无法度看到头前的情景。亲爱的朋友，愿这个天顶阮所敬拜的上帝，伊为你点到你头前生命的光，互咱每一个人拢拄起迄个黑影的惊吓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，光若来，黑暗就离开。
圣经常常讲到光，光伫圣经内底嘛代表真丰富的意思。今仔日的圣经只有2段话，但是有一个心意。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头句甲后句，等下我还佫读一解。但是伊最重要代表伫今仔日的圣诞节，教会要送互咱，恁将这个光带去伫恁的生活中间。牧师袂当常常陪恁，但是牧师甲恁分享讲起的这个天顶的神，伊会通任何时刻拢陪伫恁的身边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弟，今仔日的圣经安怎讲2句话？伊讲：伫你遐有生命的源头，伫你的光的内面，我要看见真光。这个你是指上帝，指天顶的神。伊讲：伫天顶的上帝，伊的手中有活命的源头，伫伊的光的内面，要看见真光。恁若有机会参加德登教会的拜三网络的祷告会，恁应该捌听过这条诗歌。这条诗歌是伫旧年的圣诞节伫欧洲，一个欧洲东欧的一个真细的国家，因伫遐有一群几啊万人的欧洲的青年囡仔，因对所有的欧洲各所在坐巴士、坐火车，因聚集伫迄个东欧的一个国家的首都。因伫遐唱出旧年的主题曲，伊讲在你有生命之光，伫你的内面，我要看见真光。所听的姊妹，伊讲这个光就是伫耶稣基督的身躯，生命在他里面，耶稣就是这个生命之光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这个圣诞礼物，每一个朋友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愿这个生命的光。进入到恁的内底，这光那光就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活在世上的人。你若需要伫你人生中间有真正的智慧，你若愿意伫你的人生中间有光，互你会当看清楚。你若毋望会当有智慧，无搁再互人骗去，因为今仔日台湾有一种的职业上好赚，叫做诈骗集团。变本钱靠一支嘴，但是为什么有真侪人容易受骗？愿这个光，甲咱三甲弟弟一生一世，伊叫做生命之光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稳定放伫遐的姊妹，咱的人生。我有3句话想要甲咱分享。耶稣就是生命之光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若愿意，你不一定要马上讲。我要做基督徒，但是你会当去到你的厝的附近的教会，你会当问因讲，我要安怎认识这个耶稣？当你认识以后，你自己做决定，因为教会不会勉强人做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互咱会当进入到世界，在主耶稣的里面，主耶稣的成就，世界的创造。因为在第一天宇宙的开始，你讲牧师，那是什么故事？宇宙开始的第一天，第一句话，上帝讲要有光，就有光。上帝对这个宇宙所讲的第一句话，伊讲要有光，就有光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基督就是安尼。上帝讲这个世间已经太辛苦，我要亲自来到他们的身边。所以上帝改变伊的名叫耶稣，这个上帝伊来到这个世间讲要有光就有光。兄弟姊妹，你若需要，你邀请这个耶稣讲进到我的生命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弟，圣诞节就是上帝重新将咱带离开的黑暗的这个情境，对这个黑暗的所在，甲咱带入去伊的厝内，伫伊的厝内，甲咱点到这4支蜡条，环绕在中间一个紫色这支蜡条的象征性，教会代表尊贵，因为紫色
伫教会的颜色内底，伊只有君王尊贵的人才会当用。环绕在这个中间，咱讲坐在C位，站在C位，就是 center 中间的这个位。愿主耶稣伫恁的生命中，请恁注意，上帝讲没有光就有光，所以对咱中间有的人，今仔日是你生命中间的第一天。上帝要在你生命当中创造奇迹，上帝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创造光明与幸福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因为这个上帝是光，伫伊的生命中间无搁再有黑暗。敢有遮简单？这是个刚刚那一句话，迄个姊妹问我讲，牧师，你拄则所讲的，敢真正遮尔简单？兄弟，真的，只要你愿意，很简单。第二，我要甲咱讲，耶稣就是上帝，耶稣就是上帝，耶稣上帝就是这个生命的真光。所以拄则咱所读的这句话讲，生命在他里面。意思中，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的光。你会记得耶稣讲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会记得这句话无？耶稣讲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与生命。意思，我要带领你走一条很奇妙的人生的道路。少年人最重要的功课，年轻人最重要的功课，就是找到你生命的标杆，找到那条路。真多少年人过一天算一天，是因为他们不知有奇妙的事情在前面等着他们。他们不知道有哪一条路是他的成功，他的成就。所以人一生中间在少年的时候，最重要就是做父母的人爱带伊行一条有价值、有意义的道路。反正你今仔这个礼拜，主耶稣做你的领航者，主耶稣做你的带头的人，主耶稣做你带你行这条真光活的道路。愿这个圣诞节，你看到了你生命的真光。所以在这个中间，咱有一个疑问：我要怎样会当真做有智慧的人？你可以祷告，你可以呼求。在教会中间最要紧的是，一个愿意互主耶稣给你点到一支蜡条，这个蜡烛就亮起来。所以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圣经讲到第三项代志顶悬，你会当看到上帝的光。我不多解释。第一，当你仰头看天，你会在天上看到你想看的东西。白天你会看到白色的云，你会看到太阳。太阳的背后有一个创造者，就是上帝。上帝就是光。第二，耶稣就是生命的光。第三，上帝的话会发光。上帝话，伊讲的时阵，人听见，人醒起来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这三项礼物送互咱。活命的源头伫耶稣的身上，伫伊的光，咱要看见真光。亲爱兄弟，你若需要看见光的人，你甲耶稣讲：耶稣，你是传说中庄牧师甲阮推荐的。你真的假？朋友，试看卖，你试试看。陪我66年，若不是真，我今仔无徛伫恁中间。主帮助咱每一个人，拢看见生命的光。耶稣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也是我的光，也是你的光。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姊妹，咱来到伊的面前。耶稣读起你的无知，耶稣赐给你智慧，耶稣赐给你生活在光明当中那种的平安。主甲咱三个弟弟就是这么简单。愿咱伫简单的中间过一生，这是伊伫圣诞节所讲互咱的礼物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你无将这个礼物去留伫教会讲，牧师这个礼物送给你。这是一个看不见的礼物。虽然只有小朋友今仔日掉圣诞礼物，但是在座所有的朋友，教会最大的心意
望望咱幸福，生活伫上帝伊所想事光明的人生中间。愿主甲咱三甲伫地，咱伫伊的内底，从咱住伫黑暗中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每一个人拢要进入光的内底。愿主的光甲咱三甲伫地，祝福咱大家。兄弟姊妹，为主发光，上帝将光放伫咱的内底，要互咱用光带咱的囡仔。世间无别个光，兄弟姊妹，只有一个看不到的上帝。因免用蜡条，因免用蜡条，你该叫。你讲耶稣，你敢有影存在伫我的身边吗？愿你得到主耶稣的祝福，伊所想事平安喜乐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祝福阮今仔日的礼拜，阮所交陪上好的朋友，阮所邀请来的贵宾，每一个家长，每一个囡仔。主互阮的教会是一个将福气分享互阮伫生命中间需要福气的人。主你亲自甲因讲话，主你亲自进入伊的生命中间，互因知你毋是一个传说中的圣诞节主角，你是上帝，你是活命的光。主耶稣，请你来，主耶稣，请你进入阮的好朋友甲在座的贵宾，因的生命中，互因的生命得到幸福。这个礼物是一生的礼物。我要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你的祝福，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